你有冇諗過，人類進化到而家都冇能力去忘記一件事，咁證明咗啲咩啊？我係黃詠琪，飾演高橋。我覺得高橋係一個為咗嗰個終點而去用盡自己一切努力，都想行去嗰個終點嘅一個人。無論嗰個結果係好定壞都好，只要係盡咗佢最大嘅努力就可以。有少少似係身處喺絕望之中，都仍然相信，即使有0.001絲嘅希望，都係佢繼續行呢條路嘅動力。由開頭一開始試鏡嘅時候睇呢個劇本咧，已經覺得如果要好似劇本咁講，有種距離大概2公里嘅感覺。然後到排練開始咧，你會發現呢個劇本同自己越嚟越近。加上最近可能發生咗好多嘢啦，令到我覺得呢個劇本就真係已經同我距離大概可能得返1米，有種切身嘅感覺，以至開始有啲想逃避佢。不過我可能會想學習下高橋咁樣，無論最後係點都好啦，我都會想繼續行落去。呢個故事咧，有關於一啲去留同埋生存生活嘅問題。我覺得一個人可能或多或少喺自己嘅時候都會有思考過呢一啲嘅問題，但係呢一啲嘢咧，我覺得係好難可以去表達出嚟。我自己睇到劇本嘅時候，有一種好似有少少可以被釋放出嚟，所以希望有呢啲困惑嘅觀眾都可以喺劇本入邊，未必係需要揾到一個答案，但係可以知道其實有好多人都係同大家面對緊相同嘅狀況。雖然我知道呢個世界好多嘢都冇可能係永遠，但係我一個微小嘅願望，我希望呢個劇本係永遠都只係一個虛構嘅劇本。